Predict or You 嘅，最後就拎咗3，卷2就拎咗4。以前係真係一筆都落唔到手咁，做落係感覺真係可以寫到字咯。我係黃思雲讀潮州會館中學。Predict or You 嘅，最後就拎咗3，卷2就拎咗4。中文本身唔好，跟住就見到 Jayden 可以幫到啲保底嘅學生。卷2嘅，佢俾咗好多作文嘅 skills，引導我哋點樣去由一個 keywords 去延伸到點樣諗到成個大綱。有嘅，佢會好快覆到我機咯，即使好夜都好。佢通常都會錄好大段音俾我，同我講點樣去改進作文，唔識點樣構題咯，好易離題。補完 Jayden 之後，佢就有一個方向可以令我作到篇文。補咗 Jayden 之後，信心多咗好多，就適合我呢啲個底好弱嘅學生，去跟佢嘅節奏。多謝 Jayden。